美丽华开发公司的企业工会今日去到行政院门口抗议，讲美丽华公司顶一日分做3个事业单位，工会是照规定改名，不过公司确实无要承认。抗议的过程，工会和警方也发生激烈的冲突。美丽华违法连连，美丽华违法连连，行政院束手无策。到我们行政院是不是束手无策？美丽华违法连连，丢蛋，行政院束手无策，行政院束手无策。美丽华工会甲社团的劳团13早时伫行政院门口召开记者会，指控美丽华开发公司打压工会，无按照团体合约来行，要求行政院就要出面来解决。放工会都可以，带进去，带进去。不过，伫记者会规定当中，工会甲警察是发生冲突。伫劳团向行政院献技能了后，警察总向前来阻挡，带走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长，甲来社员的其他工会成员。两个人伫记者会结束了后，15分钟左右，才互警方释放。人民都有他陈情的自由，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警察今天在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，突然闯入队伍里面，搜寻所谓他疑似的危险物品。工会表示，美丽华资方伫4月8号向公布，公司要分割做3个事业单位。因知影消息了后，就伫5月初3按照规定完成工会改名、中庭的修改，甲申请劳资争议调解，嘛得到修改中庭的证书，但是资方却无要承认。因为我们那个劳动部部长接受邱显示立委的咨询上面的说，我们工会可以直接用更名方式，我们会员全体通过，更为美丽华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企业工会，而且我们在5月10号的时候，我们也拿到了新北市政府发给我们的那个法人执照那个证照。既然他在争议条件之中不承认，他否认说这工会是否合法，根本就不跟我们谈。工会嘛向劳动部、经济部、新北市政府寻求帮助，但是拢无效果。所以伫11号发起罢工，即马要求行政院就要出面处理。针对工会指控美丽华开发公司回应，工会改名的定数是无符合工会法规当中任何一个会使来改名的状况。公司已经开始行法律定数。行政院回应，劳动部已经甲工会来了解诉求，落尾相关部会会来促进劳资双方的协商。记者郭碧君、张随台北报道。